歡迎嚟到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。唔知有冇朋友仔想喺內地買樓作為日後退休生活嘅居所呢？今一集我要同大家分享有兩種用地，千萬唔可以投資買㗎。過去10幾廿年，大家都應該睇到好多新聞係關於內地嘅爛尾樓。全國咁大，究竟邊個省市係最多呢？影片未開始之前，請大家支持訂閱，撳埋隔籬個小叮當。好啦，我哋 Let's go。啱啱我都講啦，全國咁大，究竟邊一個省市最多爛尾樓？為求釐清丁點嘅真相，所以呢，我喺不同網站去查閱所有有關嘅信息，包括內地嘅網站、騰訊元寶同埋 DeepSeek 同嘅網站呢，都重新搜索一下。咁呢，原來深圳、上海嘅爛尾樓係比較少個，最多爛尾樓嘅地方原來係昆明啊！但係我哋港澳人士應該唔會跑到昆明買樓咁遠啦。過去20年，好多朋友仔都喺集中大灣區置業。我自己呢，曾經喺中山、佛山，包括珠海嘅橫琴都有投資，但係呢，三個地方啦都瀨晒嘢。咁鐵索，點解你今一集仲要同大家講內地嘅房產投資啊？點解？哎呀，因為咧我自己喺內地房地產投資啦，瀨嘢瀨得多啊，所以希望分享一下俾大家。如果真係喺內地想買屋或者買地，就要避免踩雷。大部分嘅朋友，如果喺內地置業，一般呢都係用嚟居住。首先要講下先，居住用地呢分咗4個大嘅類別。第一類呢就係低密度嘅住宅，例如別墅啦、獨立式嘅住宅。第二類型呢就係普通住宅，包括多層啦，有小區式嘅管理。第三類型呢就係配套式嘅住宅，例如喺工業區啊、學校周邊嘅單身宿舍啦，通常呢都係冇獨立廚房嘅。而第4類呢就係叫做簡陋住宅或者稱之臨時性住宅，現時呢已經好少係採用呢種用地㗎啦。今日呢我就重遊惠東，咁睇下究竟有啲乜嘢。沿路呢都睇到好多爛尾樓，其實呢啲爛尾樓呢已經係幾年前啦，就唔係屬於大型嘅發展商，全部呢都係單棟式嘅投資。嗱，睇下呢個位先，點解要圈住呢兩個框框？其實之前呢有2棟樓已經起好咗㗎啦，但係因為唔合規格，所以呢市政府呢係要強迫佢哋拆咗佢啊！一開場嗰陣時，同大家講，如果喺內地要投資房地產呢，就有2種嘅用地啦，係千萬就唔可以買㗎。第一種呢，就係小產權用地，第二種呢，就係宅基地。曾經呢，有朋友仔問我，小產權同宅基地好似同一樣嘢嚟㗎，其實唔係㗎。以下同大家一齊分享下。嗱，大家喺影片中睇到咁多爛尾樓，其實都係屬於小產權房。咁乜嘢係小產權啊？不如我就用2-3分鐘同大家一齊講下嚟。喺國內普通嘅商品房呢係有產權證嘅，而國內就屬於大產權房，即係有房產證。小產權房土地係冇使用證，亦都冇預售許可證，所以呢係無法轉證。因為呢國內嘅房產局係唔會將小產權嘅物業備案，咁樣誤投小產權嘅風險又係乜嘢呢？一般呢種地呢都係屬於村中集體所有，簡單咁講，即係原居民範圍之間嘅地啊，而村外人呢係無權購買㗎。呢種用地呢係由鄉政府或者鄉委簽發，叫做鄉產權房。如果買咗啲類型嘅房產啊，喺個國土廳嗰度係唔會備案嘅。
簡單咁講，國家嘅房管部門都簽發唔到呢個證書出嚟，咁你話有冇保障呢？根據國家土地管理法，農村內嘅土地只有嗰區嘅村民先可以有使用權。簡單咁講啦，即係唔係原居民呢，就唔可以轉讓或者出售。如果執意一定要買呢種用地，必須要經過有關嘅組織或者部門批准㗎。就算你真係成功買入咗小產權，都係只有使用權而冇擁有權嘅。簡單咁講啦，即係只可以住，就唔可以向村外第三者轉讓或者出售咯。條片呢嘅內容呢，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實例啦。大家都睇到啦，建設中嘅小產權項目，因為呢有關部門要整改啊，所以呢有啲項目呢就要急需剎停，同埋呢強制拆除啊。就算啦，投資者同賣家簽訂咗合同都係冇用㗎，因為權益係唔會受到法律保障。而喺惠東呢個小產權房嘅爛尾樓啊，其實省政府啦已經係調停緊啦，有啲咧就真係強制性拆嘅，有啲項目咧係可以保留嘅，但係咧要將佢改建為6層後先至可以再審批。審批還審批都係冇產權證㗎，即係冇辦法過戶咯。就算自己住都有不確定性嘅風險。喺呢一 part 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宅基地同小產權嘅分別。喺內地，宅基地係屬於農村農民用於建造房屋嘅，其他附設嘅地方呢都係集體使用嘅喎。除咗咧住嗰間屋之外啦，所有嘅庭院啦或者其他用地咧，都係村民集體管理㗎。為咗保障農村嘅農民，喺2025年2月23號，中央國務院呢就係進一步咧深化農村改革。最重要嗰點呢，就係唔允許城鎮嘅居民呢喺農村購買呢個農房同埋宅基地。下一集同大家分享乜嘢？前幾集同大家分享過就係內地大灣區養老院。有啲朋友仔就留言話唔想住養老院，不如下一集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現時大灣區最 hit 嘅躺平地方。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！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！